花莲县政府要起一间洗碗工厂，专门来帮夜市啊、餐厅洗碗盘。也毋过，洗一块碗讲要35块，所以真侪店家拢提出这个计划。县政府环保局今仔是开说明会，讲因当初算唔对咯，洗一块碗是2块2。为着要降低垃圾总量，花莲县政府偏了9000多万的预算，要起全台湾头一个由县政府营运的洗碗工厂。不过，一个开始报价洗一个碗爱35块，引起风波。环保局虽然事后改讲每个月包月6000，不过业者也是无法度接受。有的摊商生意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，包月可能有4公允。他搞包6000块，他可以去买盘子，就不用再透过清洗中心。环保局委托业者赔回讲，洗一个碗35块，是以109年调查夜市愿意配合的路边摊餐具数量拄洗碗工厂建设成本的结果。不过，这种的算法连县政府秘书长都认为有问题，已经请环保局重新公布计算方式。我们的调查结果虽然它估算清楚是不对了，那这部分当下我们其实提供给院那时候是4月的资料也没更新，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太离谱，所以有要求他们重新调查。因为环保局委托业者伫家路边摊讲话时阵，讲这个暗示真大误会是假新闻，引起监督的议员不满。至于当时会勘的时阵，厂商是安怎无还正确资料？好，做错事我们改就好。如果不是议员一直追，这个35块到底怎么改成现在大家要来研商会议？我的意思不是说35元是一个假新闻，我只是说跟我们从算到35元之后，发现这个算法算出来的金额有点离谱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修正。环保局是讲，未来洗碗工厂是以量算钱，还是包月制？平均洗一个碗上济袂超过2块2。清洗中心每天会有2台车去夜车载运餐具，无收运费。餐具是以PP耐热材质为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湾有